菲律宾佮合作前岛机构，小岛囡仔要读册，爸母就爱使渔船甲载，若阵拄着歹天，就无通去啊。今仔日国际教育专题报道，行入世界的边界，带你继续来看台湾团体远山呼唤，伫菲律宾的哈尼高岛起造校船，互囡仔去读册。明仔载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网要带你了解当地详细状况。哈尼高岛边仔廖南岛只有38户居民，囡仔就爱坐船到附近的岛屿读书，也因为气候常常无稳定，互走船变较真危险。加上这油钱真贵，对当地来讲，这交通的成本伤过悬，囡仔因为安尼生常常走学无来读书。Tun dako na ay tun gamay pa na pamut dili kay makakani dili kay tungod dira sa bayad pero kung diyon na dako na pamut makakani na kami diri yan ay mo absent. 当地要发生读书过程当中冰船致使囡仔跌落海的情形，造成真侪囡仔心肝头，对读书是真惊吓。即马晚上呼唤有和当地合作校船计划，由当地人逐工驶船去接。即马囡仔读书坐船安全性是大大提升。我们盖了一艘大的船，开始送小孩去上学。那这艘船，跟当地的村长合作，然后由村落去建制，我们也找到长期经营的人。晚上呼唤伫尼泊尔用校车计划成功提升学生的上课率，来到新的环境也找出适合当地方法，60年小学的学生出席率也提升到95%。The attendance of our learners increasing from 70% to 90 to 95%. 哈尼高岛的教育局表示，还有真侪小岛拢需要类似的服务。完善互换以校船做典范的计划，期待未来会当扩展到更较侪岛屿，互学生会当有一条安全去读书的路。记者洪兆成、黄文良伫菲律宾哈尼高岛的采访报道。